换一个地方来拍摄。我给你们看这个东西，这一袋就是一个圣诞的礼物这样子啦，给你们看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下，我刚才收到了这一个东西，它是有这一个啦，还有这两个，还有就是这一个，这两个就是这样啦，就是这一个圣诞礼物啦，就是今天在教堂给的这一个礼物，它是有很多一 set， 可是那时候我的婆婆她已经把它拿出来了，所以那个纸袋已经拿去丢掉了。然后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买了，不是送了这个。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啊，然后还有这一个，然后再来这一个，它是两个，这个跟这个一模一样的。然后呢，再来这一个，它全部东西都是 double 这样子的，就是这一个，是小孩子玩的东西来的。然后还有这一个，还有饼干，这个东西，这个，所以总共就是26八样，加买饼干的话就是10样这样子，它里面10样这样子的东西哦。所以现在我把它先放在我的袋子里面先。我刚才收到的就是这一些东西啦，很好诶。现在要把它这个东西收在这个袋子里面。哇，应该很多诶，这些全部都是小孩子玩的那些玩具来的。所以现在我是6点半，等一下我会吃一个晚餐，然后要去读书哦，因为明天有一个考试，所以一定要读书，不然等一下考试的时候就完蛋了。现在是6点半，耶，说好了。等下见。
is the best. Don't be mad, be relaxed. Your head so big, alright. Go math, go math. Go math is the best. Step and send homework ends. Go math is your friend. 吃面哦，刚才已经吃了。这个是老薯粉，这个是菜，这个是拐吊，这个是芽菜，就是这个就是午餐啊。现在我要来补习喽，上网课喽。考完试了，现在要看一个戏，这是刚才温习的功课，然后已经剪了片了。看你们看，今天太阳很冷冽哦，而且又很漂亮。哇，照射进来了，很喜欢这种感觉，漂亮哦。Day 4.嗨，大家好。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days of old long syne? For all long syne, my dear, for all long syne, will take a kindness yet for all long syne.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Rudolph the red-nosed reindeer had a very shiny nose, and if you ever saw it, you would even say it glows. All of the other reindeer, they used to laugh and call him names. They never let poor Rudolph join in any reindeer games. Then one foggy Christmas Eve, Santa came to say, Rudolph, with your nose so bright, won't you guide my sleigh tonight? Then all the reindeer loved him as they shouted out with glee, Rudolph the red-nosed reindeer, you'll go down in history.今天是我上课的最后一天了，然后现在有一个考试，但是我差不多要考完了。诶，我还没有考，所以现在有一题我会做。今天呢，
婆婆她去巴萨买菜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圣诞老人来拍礼物，就是这个啊，拍礼物。可是我已经吃了1粒糖果，所以就觉得很好哎，所以就呀，超好的糖果是圣诞礼物，还有一包给我妹妹。咁講啊，壽司啊，冇睇啊，食壽司啊，係食壽司啊，除非冇開啦，應該係有。有開咩？應嗰度有該食壽司嘅咩？嗰啲啊，唔知。哎呀，都哭了啦！
劇組